深圳留學生回國，現急買香蜜湖附近的別墅，217平的7房，一家人住都不會擁擠，戶型南北通透，採光通風一絕，在陽台俯瞰福田 CBD， 旁邊就是蓮花山、筆架山，還有超大高爾夫球場和各類文體中心，周邊商圈地鐵全覆蓋，還有多家三甲醫院保駕護航。咁興趣點評論區加聯繫方式。